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今天跟我一起学汉语。OK， nhớ rằng tân trao cho fan sẽ đào ya. Dùng xuyên hôm nay đặt cái là cần đào nhớ cho sổ mong ya channel rồi ý rằng gì. Hôm nay cũng muốn ý cho concept chia ya là khi cho bé nhớ cho sổ nó thiết ya. OK， 现在我们开始。没有给的是呢了。这个字它读的不行，读到那来读还对呀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OK， bỏ đây OK， 再读一遍，不行，读一种字，不行，我不喜欢。OK， 读到那来读还对呀，我不喜欢。我不喜欢 ，OK， 再读一遍，我不喜欢，我没空，我没空 ，OK， 读到那来读下啲啊，我没空，快播完。我没空，我没空，我不干了。这个字它读的是我不干了，读到那了读海底啊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OK， 再读一遍，读了一样字。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安静点，这个字它读的是安静点，安静点，密的，读到那了读点，安静点，安静点，安静点，再读一遍，读了一样字，安静点，安静点。我不知道，这个字它读的是我不知道，读到那了读还对，我不知道。再读一遍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出卖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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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出卖我。来看看这个字怎么读呢？老师读到那些能好读理解。这个字它读的是我很忙，我很忙。读到那了读还对啊，我很忙，我很忙，读了一样字，我很忙。那这个字呢，也是怎么读呢？这里读到了呢，能好读的加贴。OK， 来我们一起读吧，老背读 OK。我有事，我有事。读到那了读还对啊，我有事，我有事，再读一遍，读对一样字。我有事，我有事。那
这个呢怎么读？要领导读了呢，能好的理解。OK， 来我们一起读吧。要领导老背的我给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时间。OK， 再读一遍，读对以上字。我没有时间。OK， 我没有时间。哦哟，这个呢也是怎么读呢？快报名啊！有领导读了呢，能好得理解题，估计默念。OK， 来我们一起读吧。有领导老背了读，OK。谁能还理解？估计默念了呀？OK。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。快报名啊！钱的是钱是OK， 读钱，那么要点念 OK， 钱我不想听。这个字他读的是我不想听，都能让来读还点。我不想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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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，就能让来读还点。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，听那么ฟั不那么博，懂那么หูเรื่อง，我听不懂，ค่อยฟังบ่ออกค่อยฟังบ่หูเรื่อง我听不懂。这个他读的是不要问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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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问我。再读一遍，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。